因为即马伫西太平洋的海面上，共款也受3粒风台。热带性低气压 TD23已经伫今仔日的半暝2点发展做第20号的风台普洛伊。气象署是预估伊行的路线是往海南岛的方向行，对咱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。也毋过呢，要提醒乡亲的是，强烈风台花加沙的海上风台警报，昨暗8点半嘛已经解除。也毋过气象署有提醒花莲含台东的民众，今仔日也是爱有风超大水雨。虽然花加沙风台已经离开咱外围环流，带来风雨对台湾造成不小的灾情。花莲马太湾溪邦山湖逆流，将当马太湾溪桥中创下边的公河乡顶地。边个台东包含太麻里溪真侪所在，由溪水暴涨，市区的南方甲风行里是出现淹水。伫恒春半岛甲小琉球的感受是风比雨较大。这边是我们的厚实群礁。气象署资料显示，自3早起9点，小琉球应源上悬6点8公尺，恒春半岛也有同款的情形，当地佫发出警报，强风也造成屏东县将近2000户停电，大部分是山区的乡镇，尤其沙乡停电户数上济。是在那个变压区那个地方，这样台风天啊，怕没有路灯也是危险啊。不过当地路真歹行，爱有钢板炸旗鼓，行路入去，生态图倒去的树花将抢收。受卡地区多处断线了现场真的是泥泞不堪啊，山路难行啊。那东部北部的家人，雨势共款一阵就伫威汉野区古迹内底，怪手一直伫土水内底作业，因为自3早起边的中正路正多淹水，上深超过50公分，范围超过100公尺。另外，昨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伫透早2点发展成做第20号风台普洛伊。罗伯威台风它在刚刚清晨2点的时候，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生成。它在通过菲律宾的时候，距离台湾还算是有一段蛮长的一个距离，所以对台湾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明显。那通过菲律宾中部之后，它会进到南海。那进到南海过后，大概也还是会朝向海南岛这个方向前进。气象署表示，普洛伊有机会发展成做中度风台，对台湾无直接影响。目前西太平洋已经有强烈风台花加沙甲中度风台远行，佮加上普洛伊佮成做3台做会局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